嗱，呢個師傅所書二第八節咁樣講到，因為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自家每個人得救係啥相信其實，一出係咩自家用功咩嚟嘅，咩自家強簽嚟嘅，自家得救，因為透過信心對耶穌基督死復活為了贖自家嘅罪，嗱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充滿落去自家相信嘅，自家信心對嘅，自家得救。嗱，呢個師傅所書二第九節樣講到，因為咩自家做嚟嘅佢講，嗱，唔好要人威風，唔好要人向，唔好要人提挑，意思係講自家得救都係上帝做本自家，因為上帝錫自家，係耶穌下嚟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喺十字架，贖自家嘅罪，嗱，上帝做本自家人嚟得，就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嗱，實相信佢實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世間呢自家得救，得到嘅通濟，離開咗世間，日後自家得救，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本上帝燒了盡天家去享受快樂，阿門。